呢度係新會崖口嘅古炮台，當年係打退過好多外敵嘅葡萄牙嘅軍隊啦、英國嘅軍隊啦，啊！放衣服，那冰放衣服，可能这里还给你放衣服，炮弹不可能放这里啊。那不是有那个可能会有什么吗？够响的。他这样的，他每一个仓都有一门炮，这个拆了你进来，这个是多了这个。以前